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而家係2026年3月4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今日個市雖然受到地緣政治陰雲影響，但整體表現都算穩陣。美股開市後一度波動，不過尾段逐步回穩，最終收高。標普500指數升咗0.78%，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指數就更加強勢，升咗1.29%。歐洲市場亦都唔錯，德國同法國嘅主要指數分別升咗1.74%同0.79%，反映投資者情緒有所緩和。成個市點解會咁波動呢？最主要嘅原因當然係中東緊張局勢突然升級啦。市場一度擔心衝突會拖長，搞到全球能源價格飆升，通脹預期又再升溫，咁樣可能會打擊經濟增長同企業盈利㗎。不過話口未完，前總統特朗普就出嚟話會為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提供保險同軍事護航，呢個政策干預總算緩和咗一部分嘅恐慌，令到美股尾市可以反彈上升。板塊方面呢，雖然大市向上，但板塊表現就有啲分化。原材料板塊今日相對較弱，喺美股入面表現平平。至於科技股就跟住大市升，機構報告就點出咗一啲主題性機會。好似高盛咁樣，佢哋份報告就話中國 AI 股喺基礎設施等方面有優勢，可能會走出獨立行情，值得大家盯實啲。個股動態都有啲睇頭。南韓嘅現代汽車股價一度飆升近8%，因為花旗上調咗目標價，睇好佢嘅機器人業務同埋關稅壓力將來會緩解。半導體股美光科技就升咗5.55%，主要受摩根士丹利嘅行業報告影響。至於零售股塔吉特就跌咗0.6%，表現相對遜色。展望後市，市場嘅焦點肯定繼續喺中東局勢會點樣發展，同埋對供應鏈同油價嘅實際影響有幾大。另外，美國貿易代表話會喺5個月內完成多項貿易調查，旨在重建關稅制度。呢個不確定性都會持續困擾市場，大家要預咗未來仲有波幅㗎。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投資或法律建議。